鸿海集团在今仔公布第一季的财报，这税后净利是421亿，达股赚的是3.03块，拢是同期的历史新高。辉达执行长黄金芬则宣布讲，摕到这刷乌地阿拉伯18000粒这晶片订单。鸿海董事长刘永伟今仔日伫咧线顶发说会就宣布讲，第二季 AI 设备业绩成长会参与客户的中档专案。电视表是红基期，台北股市则是开关行悬，伫 AI 概念股点火之下，大股加权指数起452点，上场收伫21782点，日线连四红，其中台积电强势领军冲落去，股价起30块，收伫999块，搁再挑战1000块的关卡。产业分析师认为，辉达执行长黄玲芬即要来台湾参加2025台北国际电脑展，加上美国撤销拜登时期的 AI 晶片的禁令，拢是刺激伺服器大工厂这个股价表现真好的原因。我们的 AI 伺服器产量占全世界90%，所以台湾的供应链啊，不论对 AMD 数字峰还是辉达的黄仁勋而言，都是非常重要的供应链和客户。股市会启动起，台票连续6天变大了后，拜三收盘，搁再升达1.7分1，台票对比金收伫30块2.8分4。最近电子业出口受汇率冲击，各界关心鸿海营收。法说会公布2025年头一季的财报，扣税了后净利421.08亿，年增91%，每股盈余 EPS 是3块3分，双双创下历史同期新高纪录。展望第二季，鸿海讲有个 AI 伺服器业绩也是倍增成长。也若是美国关税冲击，鸿海讲早就已经提前布局，采取科学化技术，所以讲影响无大。我们在全球的这些生产据点横跨了24个国家，除了亚洲是主要的基地之外，我们在美洲拥有超过50个据点，欧洲和印度也分别布局超过了10个据点。由辉达执行长黄玲芬进前对美国总统川普到沙特阿拉伯访问，接到大订单，会协助三国发展人工智慧加强化云端运算基础设施。听讲黄玲芬则是暗时坐专机到台湾，除了参加台北国际电脑展，也举行针对演讲，并且拜会产业界伙伴。头一站可能是到新竹台积电，拜会台积电董事长魏铁家。也若外界关心的辉达海外总部选的所在，也伫这礼拜来台湾决定定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